听着牛价万分歹，亲近好，疼兄弟着三亲爱，敬重人着三垂尊，论温困毋通论单，论心志着热烈，论主着服师，伫五万着欢喜，伫患难着吞忍，伫祈祷着常常，圣徒所欠亏的着感激伊。出外人着得伊多款待因，恳求恁个着甲因祝福，着祝福，无伫手阻。甲欢喜的人相甲欢喜，甲提扣的人相甲提扣。三款待着同情的心，心志无伫好果，着切就卑微的，无伫掠家己做有知识。无伫用歹报歹，伫众人的面前着图无遮的好事。若话必通甲众人和，就着尽力甲因和。所疼的兄弟啊，无伫家己伸冤，着忍气较好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主讲，伸冤在伫我，我要报应伊。若是你的对着枵，着互伊食；喙干，着互伊啉，因为惊安尼是将热烈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，无伫互歹较赢，着用好较赢歹。这是咱青少年用华语搁读一下。罗马书第12章第9至第21节，爱人要真诚，要厌弃邪恶，持守良善，要以手足之情相亲相爱，要竭诚互相敬重，不要懒惰，要努力工作，以火热的心侍奉主，在盼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祷告要恒切，要让贫穷的弟兄分享你所有的，要接待异乡人，要祝福迫害你的人。是的，要祝福，不要诅咒。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，跟哭泣的人同哭泣。无论对什么人，要同心彼此关怀，不要心骄气傲，倒要抚救卑微，也不要自以为聪明。不要以恶报恶，大家看为美好的事，要踊跃去做，要尽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。朋友们，不可为自己复仇，宁可让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，因为圣经说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圣经又说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就给他吃，渴了就给他喝，你这样做会使他羞惭交加。所以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确实就爱敬拜上帝。我嘛伫早起看到吴牧师伫咱中间7月底咧就任，来先甲咱大家恭喜，伫咱聘务过程中间，安尼算是真顺利吼。聘务即个过程，嘛互咱大家人搁一摆为着教会未来拍拼。伫即个中间，逐个人拢付出咱每一个人的即个关心、注意吼。今早起，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得到祝福的温度生活。咱知影罗马人书是一本真重要的册，这是保罗伫表达伊的信仰。伊亲身体验着讲，过去伊做一个犹太教的信徒。后来伊经验着国外主的时阵，伊后来的信仰甲进前的信仰完全无共款。所以伊咧表达伊的信仰的时阵，伊有看到一项事，就是讲，咱得到上帝甲咱接纳，毋是因为咱有做啥物代志，所以毋是因为咱有做啥物好事功德，还是讲咱有
做啥物真济双向人的事。所以罗马人书的第1章甲12章吼，拢伫讲一个主题，讲叫做因信称义。人毋是因为别项代志，是因为咱信上帝，所以咱受到上帝才来咱看咱做义人。所以咱会当亲近主，其实上帝开这个门，毋是咱家己开的啦。所以毋是因为咱去做啥物的，做啥物的，做啥物的，来比较上帝甲咱接纳。所以这保罗的这个思考的中间，伊体验真深啦。伊以前是做犹太教的信徒啊，犹太教规定讲，人若要亲近上帝，啥物款路都爱行，啥物款路都爱遵守。伊嘛真正遵守。后来伊深深发现讲，迄拢无法度互咱亲近，真正亲近上帝。所以罗马人书的第1章到第11章的中间，伫讲起伊的信仰的这个真基础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观点。但是第12章开始，伊就咧设一个方向，甲会友讲哦，咱因为信称义了，应该爱用咱的行为表现咱的信。啊，所以伊的信哦，毋是心内的信。我以前捌甲咱分享过，就是讲哦，因信称义有当时咧变做讲哦，我随信，心相信，啊，恁上帝就一定甲我接纳啦。啊，我出去外口。开类学袂来无要紧，有当时啊，煞变做安尼去。所以圣经的中间有一个煎熬，咱做伙读，毋是干咱读其中一部分。伫煎熬做伙读的时阵吼，迄个罗马人书的第12章，伊写这个方向讲哦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咱爱显咱家己伫上帝面前做活的者。啊，啥物叫做活的者？就是咱了活，咱的生活，咱的表现，咱的日常要看见上帝伫咱身上的祝福。所以第12章开始，保罗伫讲起着咱安怎生活。有信心的人安怎生活？保罗嘛真强调讲，人若伫基督的内面就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，大拢变成新。啊，这个新的人吼，新的行为，新的画面。就是咱教会咧传达，咱嘛咧传信上帝，咱嘛咧传行为表现，亲像耶稣基督互咱的关系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有真侪真重要的教训，我想是咱若安尼一句圣经节常常甲读，你就发现讲内面有足丰富的物件。对拄则早起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我要甲咱分享，保罗伫遮。讲一个，互人得到福气的方法，互人得到福气的生活，当然有真丰富的。我只有要抓其中的5点、6点，甲咱大家分享。头一点，保罗抓有一个真明显的，甲别人无共款的态度，就是讲哦，咱若拄着人甲咱好，人甲咱歹，无论如何，咱拢常常甲人祝福，无甲人咒诅。甲人祝福，无甲人咒诅，这是一个保罗提供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态度。我会记哩，阿伯拉罕上帝建造伊的时阵，叫伊离开伊的本地本族老爸家。上帝互阿伯拉罕一个真重要的祝福，迄个祝福讲，别人要因为你得到福气，阿伯拉罕的福气吼，其实是互四周围的人得到福气，真做阿伯拉罕。所以阿伯拉罕安怎互四周围人福气？伊的生命中间真做熬分享啦，熬甲人分享，袂甲人计较，有疼心，佫会替人祈祷。这拢是阿伯拉罕留予咱的真特别的一个典范。啊，伫阿伯拉罕留予咱的典范的中间，咱看到咯，上帝互伊的真祝福讲，别人会你得到福气。讲祝福你的，我要祝福伊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哦，这个福气真特别咯。啊，不过当咱倒转去读创世纪的时阵，我感觉吼，阿伯拉罕上重要的福气是啥？就是伊祝福别人，伊无去咒诅别人。会晓祝福人，咱的这个生命愈来愈丰盛。啊，当过咱发现讲，当咱甲人祝福的时阵，咱看见别人得到进步，别人得到进步的时阵，咱家己嘛得到进步。这个
耶稣，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典范。伊牺牲伊家己，甚至互人顶伫十字架顶头。伫十字架顶头的时阵，伊嘛无甲人救助。你甲看耶稣伫十字架顶头讲几句话，讲看到遐罗马兵丁甲伊钉十字架，耶稣讲，啥物因？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。后来钉伫倒边的一个十字架，另外一个犯人，伊伫迄个所在，甲正面一个犯人，正面即个犯人甲耶稣支持讲吼讲，啊你毋是上帝囝，啊你着找天兵，啊来甲咱救，啊毋若甲咱救你，嘛救阮拢做拢救。但是倒边即个甲迄个击毙，讲咱今仔日吼钉伫遮是因为咱家己毁累啊，咱是做歹代志，互钉伫遮。啊，若即个人无做，讲耶稣钉伫遮无做。伫迄个中间，耶稣甲即个有悔改的人讲，今仔日你要互我入天堂。个耶稣伫十字架的中间，伊嘛无讲救助的话，伊拢伫讲甲人祝福的话，伊拢伫甲人安慰。伫十字架下骹，伫迄个所在祈求伊的妈妈，耶稣伫甲安慰。其他的人，耶稣讲话鼓励因。所以耶稣即个会晓甲人祝福，啊无甲人救助，这样做非常大的快乐。伊影响到的，咱看到使徒行传，耶稣即个快乐，随随影响到后来初代教会有一个人叫做司提反。司提反是一个真有能力，互人选起来做执事，伫教会中间做真侪工，佮真够为着上帝道理来宣扬奉化的。但是犹太人真怨斥伊。后来设立两个证人，甲控告讲这个人，即个侮辱上帝的名，用石头甲钉互死咧。迄个司提反，圣经记载讲司提反伫要死的时阵，入目远去，看见好亲像上帝的使者要接伊，然后司提反嘛讲，甲耶稣类似的话，讲主啊，啥物因？啥物遐用摕石头甲伊砍下来？你咱讲真衰啊！互人拍死，佫袂使共命，啊人甲你拍你正面喙皮，毋是敢若倒边去互你拍尔，佫性命都无去。但是使徒行传记载，即个中间有一个继续的故事，讲有一个叫做扫罗的青年人，伊嘛认同甲司提反讲死，所以遐个甲伊控告的人咧甲钉石头的时阵，即个扫罗伫边仔甲因顾衫啊，共犯啊，讲有人伫遐出手，啊伊伫遐甲因顾衫，甲因是共犯。但是即个扫罗伫遐听着司提反啥物因，因为伊所做伊毋知。即款的反应的时阵，我想即个扫罗的心中有真侪焦虑，讲是安怎该死啊，一定会报复啊，一定心不平啊，他会用即款下面的溃烂。但是咱故事继续讲过即个扫罗，伊的困扰，后来慢慢拄着国外耶稣的时阵，就完全改变。所以有人讲哦，即个扫罗的改变，伫迄个大马色的路，刚照伊拍伫涂骹，耶稣甲伊讲的是一个完全的改变。但是即个已经伫进前已经开始有迄落有一寡故事啊。所以扫罗，即个扫罗前头拄着司提反，互人拍死的时阵，佫会甲人写咧。后来伊看到迄个国外主甲伊讲话，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的时阵，伊的生命完全改变。所以以后甲人写咧，迄个甲人祝福的快乐是真大。即款物件吼，可能咱若学习有着，咱的生命就愈来愈好。所以保罗写罗马人书12章的所在，甲人讲，若有人甲你困着，甲因祝福，毋是甲因救助；若有人甲你困着，甲因祝福，毋是救助。咱保罗讲第二个，互咱得到福气的一个生活态度，就是讲，咱来学习
会晓共同分享欢喜，嘛会晓做伙分享悲伤。所以，甲欢喜的人同欢喜，甲哀伤的人同哀伤。这是保罗是写讲，咱成做一个上帝顶调的子民的一个团体，叫做上帝的家庭。而且变做兄弟姊妹，即款的兄弟姊妹关系吼，已经超过人的血统的关系。我节目一位熟悉即个伫新罗教会长老，伊讲吼，伊有4个兄弟，即4个兄弟吼，即摆一年可能有1摆暗顿，逐个人做伙煮酒食饭安尼尔。安尼还袂歹呢吼，一年只有1摆，讲逐个人做伙啊，吼，就少少的食饭，一年1摆。即个长老讲吼，但是伫教会内底吼，我甲正人的关系吼，是1礼拜见3摆面。你知影无？你的亲手足的兄弟吼，一年才见1摆尔，食一摆饭。你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吼，做礼拜也见面，连线团队也见面。小组啊见面，比我的兄弟还佫较亲。迄个亲的关系是因为咱伫分享欢喜，咱嘛伫分享哀伤。所以伫教会中间有人生日，有人结婚，哦，迄拢是逐个人拢同来。伫教会中间有人有死讯，是咱做伙参加，后面做伙哀伤。所以，啥物人比手足之前佫较丰富？其实就是一个会晓同哀伤，会晓同欢喜。当然，同欢喜可能真济啦，真济人吼叫做酒肉朋友。有酒有肉的时阵，哦，迄朋友足好，要做朋友嘛真简单，足济人个哦。但是哀伤的时阵哦，看来拢无见，拢无看，拢走去倒位？圣经甲咱教的是讲，咱来同哀伤，会晓同哀伤。佫会晓同喜乐，诚做上帝甲咱祝福的家庭。所以，即个家庭的中间，阮细字，其实咱会当去表达咱三观心的结合。咱会当去表达，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的姊妹，即款伫教会中间的温暖。第三项，迄个保罗伫遮劝勉讲吼，咱爱彼此同心志，佫爱留谦卑。这个就是伫教会中间，耶稣留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典范。你讲做先生的，家己的学生洗骹。耶稣留这个典范是因为，当耶稣的学生中间有无啥好势的现象，有人开始想要扶起来做头，去甲耶稣找讲，互我坐正边，互我坐倒边。后来耶稣讲，哇，安尼咱这个团体就失败去。迄天耶稣就来含水。一个家己学生洗骹，伊学生嘛感觉，安尼敢妥当，安尼敢妥当，洗到彼得遐吼，洗到彼得遐，彼得佫甲耶稣问讲：先生啊，你甲我洗敢妥当？耶稣甲伊讲吼，你著爱互我洗，安尼你甲我有关系。你著爱互我洗，安尼你甲我有关系。彼得佫会讨咧，讲若安尼吼，你无甲我洗骹尔，你是为啥不甲我洗？迄当然真实的一个表现，但是耶稣你讲吼，你若欢喜，互人服务的时阵，恁的关系更较深。我毋知影恁捌拄着即款情形，我毋知影吴牧师捌拄着。做牧师吼，咱若教会若有聚餐，但是讲有人结婚吼，拢讲爱当牧师祈祷吼，有无？我袂讲祈祷的，我有当时坐倒落去，要袂祈祷以前，我就。小弟啊，甲逐个人停，有人甲我主动的讲，落通互牧师甲我停，你敢互牧师停茶，通享受，安尼敢好？因为耶稣留互咱典范，有无？耶稣就含水家己学生洗骹，互咱服侍活紧，但是咱就要知影讲。毋是因为我地位较悬，人甲我服侍，
颠倒是因为咱的关系是互相相互相的关系。所以伫遐互相相互相的关系若起做起来吼，咱就发现讲，这个团体伫进步了，这个团体真济肯做的人。所以耶稣安怎讲迄个信用悬的，我恁中间做大的，爱做人的车的，做头人爱做正人的萝卜。这个甲全世界的关系拢颠倒变啦。古早的关系就是讲，我若做皇帝就是互人服侍啊，我若做王就是要出名声啊。但是耶稣讲，恁若要做官，爱做正人的车。所以其实天主教迄个上悬迄个教皇，自古以来因有一个因的传统，教皇的名称是正人的萝卜的萝卜。教皇正式的名称是正人的萝卜的萝卜。正人的萝卜就是神父啦，神父的萝卜就是教皇啦。所以这其实是对圣经这个所在来讲，要做大的爱做正人的册。所以一个团体中间，同心谦卑，互相相互使，这是一个这个团体进步的真重要的开端。咱第四项我要来分享的就是讲，而且保罗看面，正人掠做好的事，就第一去做；正人掠做好的事，就第一去做。我要讲，这个正人掠做好，有当时啊，咱真老想讲，我掠做好，我掠做好，要成做正人的正切。我掠做好，我进前捌伫罗德教会，高阳教会罗德教会，听因教会有一项代志，有一段时间无牧师的时阵，因教会一个执事真好心。看讲教会安尼，即个饼应该搁拆哦，就是讲油菜但是无好去啊，爱搁拆。伊讲好啦，我出钱，伊家己做油菜咯，伊去买材料，伊怎甲拆？我第2礼拜来，另外一个长老讲他会拆这色。这个长老讲，对啊，这色甲我无合，伊开钱哦。去叫另外一个油漆师傅，佮插过，变色，哇，袂得啦。伊讲咱问题出伫啥？问题出伫讲哦，真济代志咱拢我掠做好，想讲咱正人来讲，但是圣经哪能讲哦？咱来去追找正人掠做好。迄个追找正人掠做好的，毋是坚持我的意思，我有可能有我的想法，我的习惯，我爱。但是我会当甲即个表达，咱若逐个人讨论了妥当，安就好啊。问题就是讲，无讨论，我就感觉好，我就甲插落去啊。毋是正人掠做好。咱今仔日是咱的社会吼，最近伫吵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讲这个年金改革啊。讲这个劳保的年金啦，公教人员的年金啊，这个大改革。实在讲吼，伊叫做正人掠做好，但是真济人咧坚持我掠做好。我以前吼会当分较济啊，我已经恁领叫做18%，我一定领。我若真正改革了，我说减少去，安尼就真凄惨嘛。我掠做好，迄是一个问题。圣经哪能讲正人掠做好？所以伫教会中间，咱嘛是爱去追找正人掠做好。迄个我家己的想法。会当表达是正人的用间，大家会当讨论了变做正人看做好，咱就知。所以教会常常上济问题毋是无意见，上济问题是坚持个人的意见。迄款坚持落去常常拢后来教会拢毋是干冤家啦，即个分裂啦，人失志离开，我想这拢是。圣经甲咱劝勉毋通的代志。第5项我要分享就是讲吼，若是会坎伫，都爱甲正人好；会坎伫，爱甲正人，爱尽量追找好好的道理。不过圣经嘛写甲真特别，伊毋是甲咱讲好为贵，毋是安尼讲的。伊是讲，若会坎伫，会坎伫。
就是伫迄个真济努力的过程中，咱来追寻好好，但是毋是失落去，毋是失落去原则。咱嘛要特别伫咱已经有的原则，爱认真努力学。500年前，罗德马丁宗教改革，伊写过95条，即个伊的遗文，望罗马天主教的即个官方对即个95条提出订单，来说变做罗德马丁爱走路。伊提出即个问题，说爱走路。走路是啥物意思？人甲伊放声要处伊的性命，因为伊所讲这物件吼，会叫做动摇教会的根基，罗马天主教的根基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真侪人回合伊，甲伊讨劝，讲你莫遐尼坚持啦，哦，你若论，咱嘛是好好，搁诚做一个教会。但是路德马丁到落尾，伊的态度是讲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我感觉听上帝的声，比其他搁较重。所以路德马丁甲上帝的心意，搁一摆对圣经的中间阐明出来，互众人了解。然后伊讲，我要听上帝的声。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叫做倒转来圣经，倒转来圣经，读圣经，毋是听主教讲的话，毋是听教父讲的话若定，咱就讲倒转来圣经。所以，当咱倒转来圣经的时阵，咱才有机会去听到上帝的心意，才有机会搁会即个做一个真重要的根本。你教会咱来追找好好。但是，毋是无条件的好好。像讲，咱的社会嘛，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讲，我坚持安尼，你就八百壮士，就去游行，望别人照因的办法来好好。问题是，咱来对找正人最好的事，我有讲，还是需要咱逐个人做伙讨论，伫即个中间来对找，互咱的社会得到进步。我们来讲，这段圣经的上尾一句话，即个结论。伊讲，无得用歹报好，无得互歹较赢，就用好较赢歹，就用好较赢歹。我想，伫咱社会中间有真济咱四周围会互咱拄着的事，有时好，有时歹，有时小事咱安尼真有愿望的代志，嘛是有时。咱要看到讲，社会中真困难、无简单，未解决。甚至咱嘛看到有真济，讲起来讲，歹心人伫咱的四周围，你要安怎处理？常常有当时吼，拄着即款人咱会感觉讲，一个物件偌赞，甲牵落去哇，即个人真正是落质这是咱世间人。但是其实你甲把甲牵，但是拢袂解决，但是拢无解决。迄个圣经互咱一个道理，咱爱心存善，善良伫咱的心内，爱用你的良善来较赢歹。所以咱毋是别人对咱无好的时阵，咱就来用报复的。圣经讲，用喙齿赔喙齿，用目睭赔目睭，迄是古早的办法。但是，恁都爱甲因祝福，毋好用咒诅，用好来较赢歹。伫即段圣经咱有读中文的中文好多本，今仔早起咱嘛有读即个咱的标字，标字真有一段但是也无啥好了解。讲你会对着鸟，互伊食，喙斗互伊啉。因为惊安尼安怎呢？就是将一个火贴伫伊的头壳顶，将一个火贴伫伊的头壳顶。哇，这读起来这上帝圣经的话真赞嘞！对着咱要互伊食，喙斗互伊啉，就是用一个火贴伫伊的头壳顶。但是你搁看圣经的字，
咱会用读现代中文语。伊咧讲这个会特别的头壳个，是互伊后来明白是非好歹。所以当伊明白的时阵，伊家己的歹势；伊明白的时阵，家己的错。圣经是期待，逐个人拢带对好的方向，毋是期待用歹来报歹，亦都爱用好来报歹。所以教会就是伫学习，互咱伫咱的社会中间看见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善良，什么是上帝通欢喜好的旨意。咱嘛努力，当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咱的生命中间追找这个代志。伫这个追找过程中间，也渴望搁较着上帝的心，搁较知影上帝，互咱有机会做侪好的工。所以，毋是用报复，颠倒是用一个善良来赢过邪恶这个办法。基督徒其实上帝互咱真侪机会，咱嘛伫这个机会中间学习、成长，嘛看见讲，咱伫读圣经讲，真侪有几项特别的上帝好的大事伫即内听、学习。搁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变做咱的生命一部分，行动生活。伊实来讲，基督徒要真做社会更加严，是因为咱对社会有影响，对社会有调和。基督徒要安怎对社会有调和，就是因为咱家己本身的文化得到改变，然后咱即个文化的改变，要伫咱的社会、咱的社会中间，互人肯定学乐。这个学了毋是归因讲互咱，这个学了是归因讲伫咱背后，咱所相信这位上帝。而上帝要怎互咱鼓励咱，互咱的生命因为亲近伊，因信称义，搁因为咱的行为正人得到肯定。主叫互咱大家，搁互咱大家拢日日得到进步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赐阮看顾阮，赏赐阮做伙学习。伫这圣经遮尔水奥妙的道理的中间，阮听学习，阁会当把真老练伫阮的生命中间流露出来。主你的祝福甲阮相甲期待，扶持造就阮，保守阮，也祝福这个教会成做团络有水的所在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，互正人得到利益。阮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